中間有一個自由人監督買餸嘅小弟，場亦都好似上一次咁樣，我都有機會，大部分人都有機會落場。我哋第一節中間阿勁玩得夠啦，佢係舉手嘅俾阿張達倫，右閘輝哥，我哋出頭影帝輝哥，阿兆輝後邊咧就係 Russell， 第三就係呢個樂仔。左閘宇陽，替補咧就係 Brian， 第二替補徐榮。咁啊講下右中場啦，第一個 artist 出嚟嘅就係子龍。嗱，子龍咧佢話即係咁多場呢幾年咧，佢都係睇右閘。佢話其實佢咧本身咧係一個入球機器。海口。咁你個第一替補咧就係阿滿。阿滿之後咧。廖友，咁咧就左邊咧，呢個犀利啦！我哋第一手法嘅咧，就係我哋久違咗嘅 K， 我認為佢係娛樂圈入邊真係一個識踢波嘅人，而且踢得好。係你之外，我講呢本就心中。OK， 佢今日翻嚟踢波，我哋俾掌聲再一次啊！開心。眾望所歸啊！翻嚟啊！呢個好正啊！係啊，佢位真係佢頂咗阿黃華㗎。不過黃華上一次嗰場波就傷咗啊，咁啊而家仲頂住個肺，所以咧就有先。好啦，K 之後咧就有兩個球員替補嘅。第一替補就係老米，中間嗰度咧有一個墟，呢個墟咧就叫聯和墟。聯和墟入邊有好多人喺度嘅。中間呢個墟嘅墟長咧就係家英哥，家英哥係第一，手法跟住落嚟咧，迪安，係啊，大家都係喺個墟嗰度出嚟行嘅，跟住咧你之後仲有嘅，戴志偉，戴志偉呢個我自己拍一拍手嘅，因為佢對上嗰幾場咧都冇得出，但佢冇講佢判佢意義，冇講嘢，因為自己知自己事。所以咧，守得雲可以見月明。咁啊，今次咧去嗰邊咧都預翻個位俾你行去，都係行去呢度買餸啊嗰啲。好，嗱之後咧仲有一個嘅犀利啦，邵尊，4個人㗎，原則上係每人10分鐘，計個迪哥、戴志偉、邵尊4個，買餸嘅喺嗰度買餸嘅啫，唔好諗咁多嘢，係買餸好啦，今日呢個位咧聽講係阿 Gary 嘅鄉下嚟㗎係嘛？小兄姑爺嚟啊！小兄姑爺，哇！我以為你唔喺度我就有山㗎啦。OK， 就 Gary 嘅手法㗎嚇。Gary 手法，跟住就係天明，好簡單。聽幾多？Gary 出去，因為佢要翻鄉下啊嘛。佢威完之後咧，你出嚟，跟住你從後邊做一個替補嘅，後邊我哋就係金海。有可能等到，很有可能手法第一節嘅繼續，希望第一節執多幾球。中間有一個自由人監督買餸嘅，嗰位係謝咗講，就係小弟。